咱乡亲应该拢啉过手摇的饮料，但是有人点是安尼点的吼。伊安那点呢，伊点粉叶啊黏茶，但是要求店员将这个粉叶啊吼先过一下水的，所以后壁人还是听到，哎呦，还有这款服务哦。后来才知影，原来是惊讲粉叶啊伤甜，所以拜托店员先过水一下，食较袂甜啦。 李感过去南韩的女子天团 BLACKPINK 成员 Rosé 将爱啉咱台湾的珍珠龟苓茶。台湾卖饮料的生理拢介好，珍珠龟苓茶就是咱台湾的康棒，所民众排队排到白头角角。头前有人客点一杯珍珠龟苓茶，小可糖甲冰，不过佮要求珍珠爱用冷滚水洗过2摆，讲是因为惊受甜。我就喜欢它甜啊，就喜欢它甜，因为我都不加糖。 所以珍珠要甜啊！现在不是都讲脂肪肝吗？就是我们的糖太多了，对啊，所以他可能还是想吃好吃，可是为了健康理由，希望过水不要那么甜。可能他们做饮料要更花时间吧。豆腐讲家己是店员的网友留言，那是珍珠寒天，也个嘛叫要求爱过水，甚至舞蹈老师 Kimiko 嘛分享过，店囡仔同意合作，因阿嘛要求珍珠爱过水，就真正有卖凉的业者讲有，阮捌拄过。就这么一个客人，他有要求是要洗珍珠，但因为他是有他自己特殊的原因，他可能没有办法吃糖，会先告知客人说，目前现场状况如果比较忙，可能需要等哦。那我们也是就是尽量以不建议清洗珍珠。当事业者店员讲，拄到过水要求袂感觉麻烦啦，因为就是有人客敢若爱食迄珍珠 QQ 的口感，无爱食伤甜。不过特别过水会互人加无用的，业者嘛建议会当叫低糖或者是芦花豆较袂遐甜。人客的啉法百款，也要甜也要正，有遐一样米饲百样人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